來看美國甲伊朗5個月前，美國四大指數是攏收烏，今仔亞洲股市嘛大落。日本的股市早起落超過2600點，韓國嘛落超過5%。台股今仔上濟嘛落上千點哦，是落到32000多點，收盤是落821點。台積電今仔上價是落到1785塊，收盤是1810塊。今仔新台幣換美金哦，嘛落到32塊外，換1塊美金。台股伫今仔日8月開盤跳空大盤超過1000點，早盤上價北盤到32461點。不過，若是台股重盤，亞洲股市表現也攏無好。日本股市北重盤超過2600點，韓國股市北盤超過5%。專家講，主要是受到比經濟升懸，伊朗與國講要反制有關係，造成市場緊張。就短線上而言的話，今天這一根大黑 K 跌下去，其實就改變了過去大概7、8個交易日，台股大概就在月線附近做橫盤整理的一個狀態。那基本上就跌破了一個整理區間的下緣。那假設這1、2天緊張情勢沒有得到和緩，甚至說油價再度的攀高到每桶110塊美元以上，那不排除會有回測前波低點，也就是3月9號低點到31500點附近。因為在重點股票，半導體類股進前起的差不多攏盤大，包括南馬科、華邦電攏是盤，寬達股台積電北盤到1785塊，盤55塊。因為油電電氣類股三龍起停，台塑化機關行懸。塑化類股跟這個天然氣股有比較強勁的走勢，例如像台聚、亞聚，還有新天然有拉到漲停板，其他的話都是呈現偏弱的狀況。那尤其像說電子類的話，之前漲得比較多，現在的一個拉回幅度也都比較深。股匯詳細，新台幣兌換美金匯率開盤31.99，早盤重盤1.38角，上價32.108。永華華匯局講，市場強勢無平衡時陣有立場調控。30號如果再跌破的話，你們就進場了。我們心裡最關注的應該就是供需的失衡。每天是幾塊錢？我想過去這幾天大概台幣的價格大概在31.5到32之間。有立委統計3個月以來賣超過7000外億。永航講，這確實是造成台票這群盤的原因。所來繼續關心供需是不是平衡，不過未收在32塊。記者綜合報道。